各位老友記，大家好開心，又喺呢度同大家見面。我平時就係喺呢度同大家傾下老祖宗留低嘅一啲生活講究，風水又好，命理又好，講到尾都係教我哋點樣將日子過得順啲、安穩啲。我唔係想同大家講乜嘢高深嘅理論，都唔係想扮嘢，就係想將呢啲連睇到嘅、聽到嘅，自己一路諗明白嘅一啲道理，用大白話講俾大家聽，聽得明用得着先至係真本事。講到幾圓都好，用唔着都係得個講字。所以我每次開口之前都習慣先同大家傾下近況，傾下家常，咁樣入正題嘅時候，心入面都踏實啲，大家聽住都唔會覺得突兀，好似同街坊鄰里傾偈咁自在。呢排後台嘅留言，我差唔多每一條都睇過，有人同我講起屋企長輩嘅身體，有人傾起細路嘅學業，都有唔少朋友最近都喺度傾緊同一件事。立秋一過，天氣開始涼，朝早夜晚都感覺到涼意，屋企人都開始執衫，將夏天嘅衫收埋，將秋天冬天嘅衫拎出嚟晾下着下。呢種時候，衣櫃入面總會執出一大堆舊衫，着唔落嘅、過時嘅，甚至已經爛咗領口同袖口嘅，睇住佔地方唔要又覺得可惜，留住又佔埋衣櫃嘅位，左右為難。睇住呢啲留言，我心入面幾感慨，因為好多人唔知道呢堆睇落好普通嘅舊衫處理嘅方法，一旦出咗差錯，惹翻嚟嘅麻煩唔少，甚至比我哋諗象中嚴重好多。好多人一世人都未諗過呢個方向。我哋中國人一向講勤儉衫，舊咗唔捨得掉，呢個係好嘅品性，係一代傳一代嘅持家智慧，都係我哋骨子入面嘅一份樸實。可正因為唔捨得，處理起上嚟反而更加容易犯忌諱。送人又好，打包捐贈又好，圖方便直接掉落垃圾桶又好，甚至有人圖個眼不見為淨，索性一把火燒咗佢。呢啲做法睇落好平常，家家戶戶都咁做，幾乎冇人會多諗一眼。但背地裏可能悄悄喐咗你嘅根基，喐咗你嘅財路，你自己都唔知問題出喺邊度，淨係覺得最近點解諸事不順。我今日想認真同大家傾透呢件事，將呢入面嘅門路一條一條講清楚，唔藏唔埋。呢入面藏住3個特別容易被忽略嘅講究，我叫佢做舊衫嘅3重禁忌。等我講完，大家不妨諗翻下自己屋企最近執衣櫃嘅時候，有冇唔小心踩中咗其中一個？而其中有一條正係最多人日日都喺度做，但從來冇意識到有問題嘅。呢個我留到後面先講，賣個關子先。大家聽完保證心入面咕噔一下，返到屋企即刻去揭下自己個垃圾桶睇下。先講一個根本嘅道理，衫點解會同人嘅運勢扯上關係呢一點，諗唔明白後面3條禁忌，大家聽住都只會覺得係冇根據嘅講法。聽唔入心，當耳邊風。呢個道理其實唔複雜，我盡量用最簡單嘅話同大家講清楚。老話講人活一口氣，呢口氣睇唔見摸唔着，但實實在在圍住我哋嘅身體轉，即係老一輩成日講嘅氣場衫，日日貼住皮膚着講，佢係人嘅第2重皮，一啲都唔誇張。你出嘅汗、甩嘅皮屑，仲有你身上嗰股獨一無二嘅精神勁，全部一點一點滲埋入件衫嘅纖維入面，日積月累，邊個都講唔清具體係邊一日開始嘅。就好似水滴石穿咁，悄無聲息，一件衫着咗3年5年，早就唔係一塊普通嘅布咁簡單。佢記住咗你呢啲年嘅呼吸，你嘅心跳，你行過嘅每一段路，你捱過嘅夜，你笑過嘅日子，甚至你喺某個艱難時刻咬緊牙關捱過去嗰股勁。呢個都係點解有經驗嘅人一摸一件舊衫，多少都感覺到主人呢啲年過得順唔順。呢個唔係原係長年累月磨出嚟嘅一種直覺，就好似老中醫搭脈咁，講唔清道理。但確實準呢層關係唔係靠順唔順嚟決定，佢更似一種日積月累嘅物理痕跡，只不過我哋睇唔見摸唔着，只可以靠呢啲老講究提醒自己多留一份心。正因為呢層關係太緊密，處理舊衫嘅時候，方法一旦唔啱，就等於硬生生扯斷咗呢條連住你自己嘅線，扯得越急越猛，反噬都越明顯。有人隨手掉完衫就開始冇端端咁攰，心口翳住，甚至冇幾日就漏財，多數都同呢個有關。呢個唔係吓，大家係我呢啲年見過太多類似嘅事，先敢咁同大家講。有一位朋友嘅經歷，我到而家都記得清清楚楚。等陣講到第1條禁忌嘅時候，我慢慢講俾大家聽，大家聽完就明白我點解要咁慎重同大家提呢件事，都明白。
呢份提醒唔係空穴來風，其實呢個道理放落日常生活入面都唔難理解。你諗下，點解好多人搬新屋之前會特登揾人嚟打掃一次，甚至用艾草分一分，開窗通風塗嘅？唔就係將之前留低嘅舊氣場清一清，咩衫都係同一個道理，只不過佢跟住我哋嘅時間更長，貼得更近，處理起上嚟自然就應該更慎重啲，唔可以等閒視之。老一輩成日講萬物有靈，其實講嘅唔係衫，真係會講嘢會諗嘢，而係提醒我哋任何貼身陪過我哋嘅嘢，都值得我哋多一分留心，少一分草率。咁呢三重禁忌到底係邊三樣？第一樣最要命講嘅又係乜嘢呢？第一重禁忌就係絕對唔可以用火燒掉活人着過嘅衫。有啲地方嘅老規矩，覺得衫舊咗唔想要，一把火燒咗最痛快，塗個乾淨利落，燒完連打包運走嘅力都慳埋，睇落仲幾方便。我要認真同大家講一句，呢個做法犯咗大忌，係三條入面分量最重嘅一條，都係我今日要花最多篇幅講清楚嘅一條。喺傳統嘅陰陽講究入面，用火燒衫本來應該係留俾過身嘅人嘅，係俾已經唔喺人世嘅親人送寒衣送冬衣嘅方式。嗰把火燒嘅係通向另一個世界嘅嘢，係生者同逝者之間一種特殊嘅溝通方式，帶住莊重同敬意。呢個規矩流傳咗好多代人，唔係隨便定落嚟嘅，背後有佢自己一套邏輯，經過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驗證。但如果你將一個活人着過嘅衫，就算係你自己唔要嘅舊衫，攞去用火燒咗，呢個喺講究入面叫燒生衣。呢三個字聽落好平常，但分量極重，佢會令當事人嘅氣場受到極猛烈嘅衝撞，直接損耗一個人嘅陽氣同受完輕嘅免疫力，跟住往下跌，成日病感冒發燒一陣接一陣，點調養都調唔返。重嘅事業上原本順順利利嘅路會莫名其妙斷咗，貴人漸漸遠離，求財都變得處處碰壁。明明照住舊方法做嘢，但處處唔順手，好似有一層睇唔見嘅牆擋喺前面咁。我頭先提到嗰位朋友係一位讀者留言同我講嘅，屋企老宅拆遷嗰年途方便，將一堆舊衫全部掉落院子度燒咗，覺得反正嘢都唔要啦。燒咗乾淨又方便，一把火一把火咁燒咗成日，火光衝天，隔籬鄰舍都走出嚟睇。結果嗰半年屋企連連出咗幾件糟心事，生意上嘅合作黃咗2單傾得好好地嘅嘢，到尾出叉子，白忙咗幾個月。屋企老人家又連續病咗要入院跑醫院，跑到成個人瘦咗一圈，屋企上下冇一日安生。呢中間有冇關聯，邊個都講唔埋。但呢個例子我一直記喺心度，都成日拎出嚟提醒大家。呢份提醒唔係想嚇邊個，係真心希望大家少行彎路，唔好等到食咗虧先至諗翻起呢條老規矩。所以我成日同身邊朋友念叨，舊衫再爛再舊，都千祈唔好掉落火入面燒。呢條禁忌睇落簡單，犯嘅人卻真係唔少。尤其係一啲地方逢年過節大掃除或者搬屋拆遷嘅時候，圖方便就一把火燒咗。殊不知呢一燒掉嘅唔止幾件爛布，燒掉嘅係自己往後一段日子嘅運程，代價遠比慳落嚟嗰啲力氣大得多。都有朋友問我屋企燒柴火取暖，或者鄉下常見嗰種燒角揀燒雜物嘅場面，會唔會唔小心將舊衫都一齊捲咗入去？呢種情況我建議大家格外留心處理舊衫之前，先單獨挑出嚟，唔好同其他雜物一鑊端混埋一齊燒，圖方便反而更容易踩中雷，分開處理，費唔到幾多功夫，但可以避開呢條最重嘅忌諱，點計都抵。第二重禁忌呢，講嘅係我哋日日都要着，但最容易被隨手掉埋一邊嗰類衫。呢一條我勸大家一定要聽到最後，因為佢同你個荷包關係最直接，都係我留言區問得最多嘅一條。好多人聽完都會恍然大悟。第二重禁忌就係唔可以將爛得嚴重或者極度貼身絲襪嘅底衫底褲直接原封不動掉落垃圾桶襪底衫底褲。呢啲貼住身體最私密部位嘅衣物，喺商學同氣血嘅講究入面，承載嘅係一個人最核心嘅元氣，仲有最私密嘅身體磁場。呢個同外套褲呢啲外面着嘅衫完全唔係同一回事。佢哋同你個身體連接得更深更緊，都更容易俾人忽略。隨手一揸就掉咗，邊個都唔會多諗一眼，覺得唔過係幾件爛咗嘅貼身衫，有乜嘢講究啊？如果你將呢啲已經爛咗、洗唔乾淨嘅貼身衣物乜都唔做，
直接一股腦塞入垃圾袋，掉落又污糟又亂嘅垃圾堆或者堆填區，同人哋屋企嘅餸尾飯尾爛銅爛鐵混埋一齊。呢個喺講究入面叫元氣被污，財富破損，聽落好抽象。講白啲就係你核心嘅生命能量被嗰啲唔乾淨嘅磁場侵蝕咗，一點一點被磨走，磨到你自己都冇察覺。最直接嘅後果通常都落喺健康同錢財呢兩件事上面。你自己仲有你另一半身體容易出啲小毛病，反反复复都唔見好，查都查唔出個，所以然走咗好多趟醫院都講唔清病根喺邊度。錢財方面則會出現一種慢性嘅漏財，講唔清錢使咗去邊，戶口入面總係剩唔到數。明明人工冇少攞，月尾一睇餘額，總係令人心入面沉一沉，點計都覺得唔對路。好多人怨自己點解賺極都漏翻轉頭諗，係咪屋企貼身衣物一直都係咁隨手一掉？我留意過好多留言，發現有個規律，凡係提到自己剩唔到錢，總覺得手頭緊嘅朋友，10個入面有7、8個屋企處理舊底衫嘅方式都差唔多，襪爛咗個窿，隨手一揸掉落垃圾桶，底衫着舊咗都係直接打包掉咗，從來冇多諗過呢入面仲有講究，甚至覺得我咁講有啲小題大做。呢個習慣睇落唔起眼，累積起上嚟嘅影響卻一啲都唔少，日積月累先至慢慢顯出問題。等到發覺嘅時候，往往已經拖咗好多年。有位朋友同我講過佢自己嘅經歷，講佢呢啲年唔理揾幾多，手頭總係緊巴巴，點理財都剩唔到錢一度，仲懷疑係咪自己使得太大手大腳。後來同我傾起屋企嘅生活習慣，先發現佢處理底衫嘅方式一直都係直接打包掉咗，從來冇剪碎呢一步。佢後來照住呢個方法改咗，堅持咗半年多，講唔上立竿見影，但整體感覺手頭確實鬆動咗啲，起碼唔再係月清嘅狀態。呢種事因人而異，我都唔敢講即刻見效，但多一個習慣總歸唔係壞事。正確嘅做法其實唔難，就係喺掉呢啲貼身衣物之前，先攞剪刀將佢哋剪碎，或者剪成幾節，唔使太講究刀法，剪斷就得剪斷件衫嘅結構。喺講究入面代表徹底切斷呢件衣物同你本人嘅氣場連接。剪碎之後佢就只係一塊普通嘅布料，呢個時候你再放心咁掉，就唔會牽連到你同屋企人嘅運勢。呢個動作使唔到你2分鐘，卻可以慳翻後面講唔清嘅麻煩。我建議每個屋企都養成呢個習慣，尤其屋企有老人細路嘅，更加要留意呢一個小動作，換嚟嘅係一份安心。值得有朋友問過我，係咪所有貼身衣物都要咁處理？會唔會太麻煩？我嘅建議係，凡係着咗2年以上，或者已經出現明顯破損發黃、洗唔乾淨嘅貼身衣物，都照呢個方法嚟，唔使件件都剪。凡係陪咗你耐嘅嗰幾件，多花呢2分鐘，心入面都踏實好多。至於啱啱着冇幾耐，狀態仲幾新嘅，正常處理就得，唔使太緊張。日子都係要過得輕鬆啲，唔可以因為呢啲講究，反而搞到自己成日提心吊膽。講到呢度，可能有朋友會諗，咁將舊衫直接送人或者攞去捐贈，總該冇問題啦啩？呢度正正藏住第3重禁忌，都係最容易被善良蒙住眼嘅一條。我接落嚟講嘅呢個道理，好多人聽完都會呆一呆，翻轉頭諗自己係咪都咁做過，甚至而家都仲喺度咁做緊。第3重禁忌就係唔可以將舊衫隨隨便便送俾身邊重病或者運勢正處喺低谷嘅人。好多人心地善良，睇到身邊人病緊要入院，或者日子過得艱難唔捨得添，新衫就順手將自己唔着嘅好衫送過去，覺得呢個係積德行善，心入面仲幾踏實，覺得自己做咗件好事。呢份心係好嘅，但方式用錯咗，好心可能整埋壞事，幫唔到手，反而添亂。呢個先係最令人惋惜嘅地方。呢入面嘅道理叫做奪氣。你着過嘅貼身衣物，帶住你健康旺盛嘅生命能量。如果對方呢刻正處喺重病之中，或者運勢正喺度往下跌，佢嘅身體同氣場出於一種本能嘅求生反應，會通過呢件衫反過嚟吸收同消耗你身上殘留嘅正能量。呢個過程你完全察覺唔到，等你反應過嚟嘅時候，往往已經太遲。結果就係你嘅善心非但冇真正幫到對方，反而將自己嘅福氣同健康磁場往下拉低咗一截，連累埋屋企人都跟住運勢受阻呢。都係點解有啲人明明係去探病人，去幫落難嘅朋友，翻嚟之後自己反而開始諸事不順。
甚至都病埋瞓唔好覺，做乜都提唔起勁，成個人好似被抽走咗一股氣咁。呢中間嘅關聯好少人會往呢個方向諗，大多數人只會覺得係自己最近太攰，免疫力下降，從來冇往件衫呢件事度諗過，甚至會覺得係自己諗多咗。我識嘅一位朋友嘅鄰居早幾年屋企一位親戚病得好重，佢心疼對方，將自己幾件貼身着過嘅厚衫都送咗過去，諗住能幫襯一啲得一啲。結果冇幾耐，佢自己都開始頻密感冒發燒，屋企門生意都連續出咗幾次周轉唔靈嘅情況，折騰咗一排先慢慢緩過嚟。後來聽人講起呢個講究，佢先恍然明白，原來問題出喺呢度。從嗰陣之後，佢再幫襯人都會格外留心呢一點。咁如果真心想幫人想積德，應該點做先啱呢？呢一點我覺得特別有需要講清楚，唔好令到大家聽完呢條禁忌反而唔敢做好事，咁就本末倒置啦。我最推崇嘅方法係俾有需要嘅人買一件全新嘅衫送過去，新衫冇沾染過第啲人嘅氣場，係乾乾淨淨嘅一份心意，呢個先係真正純粹嘅功德。對方接咗心安，你送咗都安心，兩邊都落得舒服，邊個都唔欠邊個使費。其實都唔見得比舊衫多幾多，一份心意到咗，比乜嘢都重要。錢多錢少反而係其次，關鍵係呢份誠意。如果實在要捐贈舊衫，咁喺捐出去之前一定要用淡鹽水徹底洗一次。鹽水喺傳統講究入面有好強嘅消磁同淨化作用，洗乾淨晾乾之後，你身上嘅印記基本上就洗走咗，對方接到嘅係一件乾淨清爽嘅衫。呢份體面同尊重，收嘅人都感覺得到，呢先係兩全其美嘅做法，既存咗你嘅善心，又唔會俾對方添麻煩，一舉兩得。呢度要提醒一句，淡鹽水嘅比例唔使太講究，一盆清水入面加一小撮鹽，攪勻佢，將件衫浸半個鐘左右，再正常清洗晾晒就得，唔係乜嘢複雜嘅儀式，家家戶戶都做得到，都使唔到幾多功夫圖嘅，就係一份心安。呢度我再多講幾句，好多朋友私底下問我，除咗呢3條禁忌，執衣櫃嘅時候順序上有冇乜嘢講究？我一般會建議大家先分類後處理，唔好一股腦全部堆埋一齊混埋嚟做，最容易出錯。第一步先將要留低仲着得嘅衫揀出嚟，該洗嘅洗，該晾嘅晾，收翻入衣櫃。呢一步唔涉及掉衫，相對簡單，大家平時都咁做。第二步將決定唔要嘅衫再細分一次，分成外面着嘅衣物同貼身嘅衣物兩類，因為呢兩類嘅處理方式完全唔同。前面已經講過，貼身嘅要先剪碎先掉，外面着嘅就相對寬鬆啲，只要唔係用火燒，一般直接打包捐贈或者掉咗都算穩妥。第三步都係好多人容易漏咗嘅一步，執衫嘅時候最好揀一個天氣好嘅日頭，唔好揀陰雨天，都唔好揀夜晚日頭陽氣足，處理呢啲帶住個人氣場嘅舊物實相對更順，當啲心入面都踏實。呢幾個小細節睇落唔起眼，但同前面講嘅3條禁忌孖埋一齊用，效果會更紮實。我見過唔少朋友淨係記得唔可以燒要剪碎，但漏咗揀啱時間呢一點，結果執完仲覺得邊度唔妥。其實往往就係呢個環節冇留意到。講到呢度，其實我想多講一句，好多人以為呢啲講究離自己好遠，係老一輩先信嘅嘢，同現代生活冇乜關係，覺得自己受過教育，唔應該信呢啲。但你仔細諗翻下，身邊係咪真有咁嘅例子？某位長輩屋企衫燒咗之後冇幾耐，屋企就出咗變故，或者某個朋友一直覺得自己賺幾多漏幾多，點查賬都查唔出問題，喺邊點理財都理唔明。呢啲睇落零散嘅小事串埋一齊睇，往往都可以喺生活習慣入面揾到源頭。只不過我哋平時好少往呢個方向去諗，成日喺第啲地方揾原因。我呢啲年接觸過唔少屋企，發現一個幾有意思嘅現象，越係屋企日子過得順，屋企人關係和睦嘅處理舊物呢件事上面，往往都唔馬虎，掉乜留乜點處理，心入面都有一份講究，做起上嚟都帶住幾分認真，唔會圖一時方便。反過嚟屋企總係跌跌撞撞，錢財留唔住嘅。好多時喺呢啲細節上面都係隨手對付，掉完就唔記得，從來唔多諗一眼，甚至覺得呢啲講究係多餘。呢個觀察未必係巧合，我更加相信日子過得用唔用心，從對待一件舊衫嘅態度上面就睇得出幾分端倪。小事見真章。
我成日打個比方，屋企嘅運勢其實就好似屋企嘅水流咁，處處流通順暢，日子先會越過越順。舊衫堆積喺角落唔處理，或者處理方式唔啱，就好比屋企啲水喉塞咗一小節，睇落唔阻到乜嘢。日子耐咗，成間屋嘅氣都會跟住唔順暢，等到問題真正顯出嚟，往往已經積壓咗好耐。其實呢3條禁忌擺埋一齊睇，講嘅都係同一個理，就係尊重燒衫。燒嘅係對生死界限嘅尊重，吊底衫吊嘅係對自身元氣嘅尊重，送衫送嘅係對彼此氣場嘅尊重。呢3份尊重講到尾都落喺一個敬字上面，對身邊嘅舊物有敬意，處理起上嚟自然就多一分小心，都少一分禍端。呢個係一以貫之嘅道理，唔係3件孤立嘅小事。我成日諗呢啲老規矩之所以可以一代傳一代，靠嘅從來都唔係強制，而係因為佢哋背後確實藏住一套樸素又管用嘅生活智慧。今日嘅日子同以前比，方方面面都喺度變，但呢份對生活嘅敬畏心，我覺得唔應該丟咗呢份心。日子過得再快再方便，心入面都總係少一分踏實三。講到尾都係一件舊物，但佢陪住我哋行過一年又一年嘅春夏秋冬，記住我哋冇講出口嘅辛苦同堅持，見證咗我哋咬緊牙關行過嘅每一段路。等到換季執衣櫃嘅時候，我哋點樣對待呢啲舊物，其實都係點樣對待自己。呢啲年嘅努力同積累馬虎唔得都唔得，用心啲，講究啲，唔係要將日子過得複雜，而係俾自己俾屋企人留翻一條乾乾淨淨嘅路。舊衫執好咗，屋企嘅磁場都跟住清爽起嚟，新一年新福氣先有位騰出嚟安放，屋企嘅運程都先可以一點一點往上行，越行越穩陣。希望我今日講嘅呢3重舊衫禁忌，可以真正幫到大家，令屋企人都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呢3條講難唔難，講易都唔算易，關鍵就睇你願唔願意花嗰2分鐘心思，將呢幾件小事做到位，唔好等出咗問題先至後悔。當初冇留意都想問下，大家最近係咪都喺度執衣櫃屋企？平時係點處理呢啲舊衫嘅？有冇諗翻起自己或者屋企人好似唔小心踩中過其中一條？屋企長輩係咪都提過類似嘅老規矩？同我今日講嘅係咪對得上號？歡迎大家留言傾下，我睇到都會盡量回應大家。我哋一齊將呢啲生活入面嘅小講究慢慢諗明白，都算彼此提個醒，互相少行啲彎路。呢啲道理講到尾唔係要嚇大家，而係想俾大家一個新嘅角度去睇屋企嗰啲睇落唔起眼嘅日常小事，風水又好，氣場又好，從來都唔係乜嘢遙不可及嘅嘢。佢就藏喺我哋日日開門、閂門、着衫、食飯呢啲瑣碎嘅細節入面。真正識過日子嘅人，往往就係將呢啲小細節都照顧到日子，自然而然就順咗，唔使乜嘢複雜嘅道理，都唔使幾大嘅時快，就係一份用心。好，今日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傾。